1月17号上午9点到12点，伫咧开基药风景的庙埕，由北区区公所甲开基药风景所共同来主办的春联挥毫庆新春暨镇北学堂的成果展的活动。活动一开始由大公国小国乐团用好听的歌曲来替大家扭开活动的序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吼！咱即摆伫个现场就是咱开基玉皇宫的庙埕哦。那拄则有听到咱的国乐的声音，就是讲咱大公国小吼，伫咱郭校长带领下，哦，来到咱的现场来做一个表演。哦这几天吼，真感谢咱开基玉皇宫对咱镇北学堂的赞助交支持。所以今仔日。就是咱开基皇宫咱的现场挥毫，搁咱的镇北学堂的成果展。那今年搁特别无同的，就是咱有特别请到咱的吴文静老师来到遮，甲咱教纸编虎爷编塑。所以今仔日嘛有做一个辛苦的展示。伫个遮呢嘛真欢喜来感谢咱庙的这边的支持。那祝大家未来新的一年咱虎虎生风行路风，大家事业人生拢成功。今年活动除了有邀请6位书法家伫现场手写无同风格的春联，提供予民众免费领取以外，镇北学堂嘛开生活美学、艺文相关的课程。透过这摆活动，会当予学生的作品有发挥的空间。把咱5000年来传统文化的一个精髓，甲落实落来。因为在西化的过程，就是讲社会环境大家咧变迁也紧就业也无方便就学啦，所以一寡咱这个好的优良的传统慢慢会把一日无去啦。像今仔日咱天公庙咱也无啥物产品咱有的就是讲信用甲这个来要安怎这个社会当个和谐搁来进步。像讲今仔咱这老师啦十几名的老师，伊这一字一画一笔来写出这个门联来送予大家。大家摕到这讲的讲。伫咧下一年，看会当讲搁来搁较好袂？因为这个疫情确实冲击咱的社会非常大啦。像讲有诶就业出问题啦，有诶先债务啦，伊慢慢的一日歹去歹起来了，当时坠落伫迄个贫穷线以下啦，你看这个囡仔，头拄仔我讲像这个大光国校这校长伊也做热心嘛，伊就是讲伊咧额外时间，伊会当去办这个。办一寡即个运动也好啦，音乐也好啦，像这古典学了音乐也好，来，或者囡仔伊以后咧，我甲看伊嘛好去传授伊迄个后代来带动迄个后代有一个较良质的一个生活北区区长李煌新，佮有玉皇宫的主委涂大松，拢希望会当继续甲安尼活动传承落去。透过公部门甲私部门的合作，提供市民多元的课程，努力让北区成为宜居的好所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